堪布您好，感恩您一直给我们网上上课，也教我们怎么学习佛法，并把它应用到我们实际生活中，而不只是念经打坐这样。然后呢，因为最近这几年经历的一些事情，所以包括我一个在美国纽约的一个网友，他就是过马路不小心就被车撞死了，然后再加上最近这段时间的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我就也是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比方说走路不要玩手机，开车也不要去看手机，除了看地图，然后呢也尽量不要跟人家惹麻烦扯皮，弄到人家来打打杀杀。那么我今天就想请教堪布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观修无常的时候，我们平时的这种日常的生活，我们怎样能够控制自己心念的能量？就比方说我们如果突然真的遇到巨大的灾祸，躲不过了，要死了，那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准备？感恩堪布。这个呢，第一个你说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要改善自己的一些情绪和一些习气。这个呢，先你要认识自己的毛病特别重要呀，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是嘴巴说是我是很直接，我是脾气不好，我是很怎么样，我是很懒惰，但是实际上的你发自内心的没有认识到懒惰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后果，明白吗？然后这个脾气不好对身心有什么坏处等等，如果你发自内心的认识到的话呢，你是不愿意跟这些相处的。为什么呢？我们人的天性，众生的凡夫人的本性是想要好的，不想要不好的。好与不好的最终的标准呢，对自己最好。对啊，作为众生的这样的一个考虑是我们天性的，吃的、喝的、住的，那再加上就民生利益各方面都是这种就是自己是想要得到最好的。如果一个人说这样好像你穿这样穿不好看，你就不想这样穿了。这样很好看，可是这样不好看也，他们说了，你相信了，你会这样穿的。就是我们一般很简单的动作和做法都是随着你那个我们脑袋里面的想象是什么呢？就是美好，对于自己一种美好的一个幻想和一个期待。所以呢，你这个脾气也好，这个它带来不好的东西，第一个呢，你可以听这种心理学那种各方面的一些比较有深刻的这个知识的一个自身的建议，明白吗？另一个就可以看佛法的书。如果是学佛的话，真的是就是像《如菩萨行论》，从头到尾你学完的话，你知道脾气原来有这么多的过患。你是相信因果的话，原来嗔恨的过患是那么严重，明白吗？无意间犯错的，而且你是懈怠，你说我是懒惰，就是这样但是实际上呢，为什么六波罗蜜多当中，清净为什么放在中间呢？因为前面这是福德质量，后面这是智慧质量，这5个圆满的最中间的领导关键是清净。意思是说，没有你懒惰懈怠的人的话呢，一事不成的意思。无论是布施、持戒、忍辱、禅定、智慧，通通都是没办法圆满的。所以先要发现自己的习气，对习气有深刻的认知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内心会开始排斥这个状态。你内心排斥的时候，这是一种缘起嘛，这是一个对立的一个开始，所以就你的动作会更随性的，
我们这个西藏人有一个说法，心是妄，身体是动作是跟随这个妄的他的一个眷属或者一个奴人奴仆一样，他没有主导权，所以这个内心特别重要，那个认识特别重要。那这样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你说的这个相关死亡的这个准备突然来的呢那种呢，当然你时时刻刻就是提醒莲花生大师提醒阿弥陀佛祈祷，这样的话你经常有这个习惯的话呢，有关键的时候想起的。我们经常有自己有心深爱着，心底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对母亲有特别的感情，对吧？所以有时候我们遇到很大的事情的时候，第一叫出来的是阿妈，因为你的心底深层有他，你和他的感情是别人的没有办法替代。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就是遇到什么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就是你很突然间很这个惊吓那种状态的时候，我们叫出阿妈的名字的。一样啊，你经常也就是有这样的这个莲师或观音或这个阿弥陀佛的话，那你这个突然间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应该会能够会忆起佛菩萨，就这样。感恩干部开示，谢谢。